每一个囡仔拢是咱的心肝宝贝，也若囡仔心声，咱敢有特别去家注意过咧。讲到这治小法施行14年啊，着立委表示讲，目前也未全面性检视过。拜三有特别举办这座谈会，要收集各界意见。民间的青年团体针对绩效的表意权，希望着爱法制化。也若大家团体是提出建议，希望本土语言的囡仔，通伫个机关平等的社会来自由发声。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，儿少的权益需要各界重视。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法施行14档6月进行过全面性的检视。有立委表示，目前对儿少权益的思维，也需要对一开始立法的被动保护，转型做积极促进的态度。拜三有立委举办座谈会，除了针对儿童虐待不同管教配套措施进行讨论，今年民间团体特别提出国际性儿童权利公约内的儿少表意权，希望未来通真正落实。公共政策中都会有标榜说有纳入儿少声音有听取学生意见，但实际上常常停留在咨询会议或者是问卷调查，没有真正的改变这些决策。我们希望所有影响儿少的政策跟法规都能够有儿少，都能够有学生的意见，而不是只有在我们可能目前就是主管机关就卫福部这边。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是能够更加的被法制化的。另外，语言是儿少自我认同、社会参与的重要媒介。推广台语强学的台湾台语路协会也表示，亲像目前讲台语的囡仔离开厝里，受社会环境的影响，会唔敢讲台语，是大环境中相对弱势的族群。希望儿少权法未来通保障本土语言儿童伫社会参与的权利。可比讲，咱即马你嘛需要接受性别平权的教育训练吼啊，那是。遮参囡仔做工课的一寡大人，因欠无即种观念吼，其实伫咧对待囡仔的过程当中，你讲出来的话吼，也是你的做法，真有可能就是会互遮个囡仔感觉家己是较奇怪的吼，也是受到歧视的安尼。台语路表示，每一个囡仔拢有表达家己意见的方式，希望社会通尊重儿少伫无共语言表达的需求。也呼吁希望未来儿少权法通强化公共中学服务人员的语言平等意识，打造优胜的语言成长环境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